看网络影片，看 YouTube 影片有广告说要下载手机 App Word Wordbit 英语自动学习，有5万字还是有那么多内容，自动学习。我设计的是超级简明英汉字典，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哦，有声书，从字首 A 到字首 G 都有，大概有50几部影片啊。那个手机应用程式 App 啊，就好像遥控器，一按呢就可以连接到那个影片播放清单，就一步一步的连续的播放下去，不必用手点了才会念哦。这是进入影片播放，然后是播放清单，50几部影片合在一起，可以连续播放。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按照字母从 A 到 Z 的顺序，把那个影片档案排序啊，那个跟 YouTube 网站可能有关系啊。他们那个排序没有办法按照中文的，因为档案名称有中文和英文，所以排序可能就没有办法按照字母 A 到 Z 这样把那50几部影片都排出来。然后播放的时候按照字母 A 到 Z 的顺序一直播放，要休息的时候按暂停，然后要听的时候再按继续，就可以好好的学习。就是念了英文就马上有念中文，网络上看到的影片的只有念英文的，中文字要自己看。我们这个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是按念了英文，然后又后面又念了中文，资料大部分是正确的，除了有极少数在编辑的时候删掉误删掉一些字首，不然原则上是正确的。你看现在在下载学习英语的自动学习的软体，手机 APP， 透过手机一点就自动就可以这个连接到那个内容。看他那个广告说有5万个单字哦，有这么多。从 Google Play 里面去下载，进去搜寻 Wordbit WORDBIT， 然后就发现你自动会显示有那一行，按下去，很快就可以下载了。另外要出现那个背日文单字的那种手机软体 APP 还没有下载安装。日文的以外还有中英文对照的有7000句呢，已经有下载那个中英文对照7000个句子了。那种手机软体 APP 有下载安装可以用了，不过要点中文的念中文，按英文的念英文，不是像我设计那个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哦。但一下载安装以后就连接到那个网络影片播放清单50几部的影片播放清单，它会自动播放目前还没有办法按照字首从 A 到 Z 这个影片自动播放。那不过可以连续的播放那个影片要休息按暂停，然后要听的话再继续按继续播放。现在是在探索这个Wordbit， 原来这个手机线上制作的时候，这个图版到底是要怎么做出来的？目前我做的是
在 Google 搜寻输入 EZO， 那就是 easy 哦，那个谐音啊，容易的意思，谐音 EZO 了哈 ，APP， 然后就会注册，然后可以线上马上制作那个手机软体 APP 哦。你看，学习英语这么进步了啊，还可以单字查词哦。这么进步哦，这很用心在设计啊。那我那个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哦，就按进去就直接连到那个影片播放，对，不必这么复杂的看荧幕画面啊，点按什么内容啊，找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听那个英文啊，那又听到中文。那个影片播放是左边英文，右边中文，念完了英文就会念中文，然后按照英文字母字首 A 到 Z 的排序啊，那个影片50几部哦。目前比较还没有克服的困难就是从影片字首 A 一直按照顺序到 Z 啊，这样影片来排序，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那只是随机的播放，不过都是相同类型，都是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念完了左边的英文就会念右边的中文。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学英文的影片哦，通常都只有念英文，中文要自己看哦。所以我这个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在网络搜寻看看能不能在云端硬碟去下载，也可以在 Facebook 网页上提供下载网址，或者是在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影片也提供下载手机 APP 程式的网址。目前有提供的是红华 MP3 的。那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英语 English 就取前面的 ENG， 汉就是中文的是 Chinese 就用前面的 CHI， 中间用个大写连接 ENG 大写 CHI 哦，这个叫做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字典就是 dictionary， 所以我再加一个 DIC， 总共有3个，那是英文字起部分的字母，然后中间用大写连接，那叫做 ENG 大写 CHI 大写 DIC 哈，在网络上搜寻看看，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哦，手机软体 app 哦可以下载哦，已经有送上云端硬碟了哦，还可以在 Facebook 上提供下载网址，也可以在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影片的说明文字区提供网络下载，提供网址让大家下载哦。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哦，很好使用哦。下载安装以后，一点按就连接到网络 YouTube 影片哦，不必在那边手按哪里啦，它自动播放影片给你看的，50几部影片哦。一步一步的按，一步一步的自动播放给你看啊，给你听啊，累了就按暂停。那要继续学习，要继续听的按继续播放。今天呢，研究这个学英文的，word beat，导览刚刚有看了啊，现在来看看它是怎么用的啦。哦，那界面是长